想學一個木船嘅技藝，咁所以就開始做咗呢架船啦。咁但係做呢架船其實好困難嘅，舊時師傅做船咧係冇圖紙嘅，亦都係憑經驗做嘅啫。咁我哋點樣做呢？就係睇舊相，然後問師傅係咪咁樣做，不斷咁樣砌上去嘅。經驗去做嘅啫，即係呢個就係有啲完全嘅就係咁嘅方式。行與行之間咧，呢個係防水嘅作用。棉花搓到一條一條咁圓嘢一路搓落去咧，咁啊就站落去，然之後。